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11月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继续咧相战。黎巴嫩真主党的领袖嘛发表谈话，讲中东地区的冲突恐惊会更较激烈。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搁再访问以色列，呼吁以色列停战。不过，以色列甲拒绝啊，讲着爱哈马斯先甲人质拢放出来，若无绝对袂停战。民众惊甲赶紧逃走，因为头前救护车队遭到攻击，规涂骹全毁，真侪人倒伫涂骹。加沙西瓦边外口，一支救护车队要载病人去南部的时阵受到攻击，真侪人死伤。以色列讲代志是因做的，因攻击的目标是哈马斯使用的救护车，也指责哈马斯的指挥中心甲崩坑的出入口就藏伫咧病内面。冲突继续升悬，伤亡人数一直增加。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第一遍公开谈论以哈战争，希望加沙赶紧停火。القلق من إمكانية أن تذهب هذه الجبهة إلى تصعيد إضافي أو إلى حرب كاملة، أو القلق من أن تتدحرج هذه الجبهة إلى حرب واسعة。真主党是伊朗支持的强大军事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消灭以色列，一直拢伫黎巴嫩甲以色列边境甲以军交火。纳斯瑞拉也俄罗哈马斯伫10月初7迄天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击，惊讲中东的局势失去控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初三过去以色列，甲总理纳坦雅胡抑个总统赫佐格见面，除了重申支持以色列捍卫国家安全的立场，也强调加沙地区平民的安全。We are absolutely focused on getting hostages back and getting them back to their families in safety. And we believe that, among other things, a humanitarian pause could help that effort, could facilitate it. 不过，纳坦雅胡伫电视演讲讲，除非哈马斯甲所有人质放出，若无未同意任何临时停火。אני הבהרתי שאנחנו ממשיכים בכל הכוח. ושישראל מסרבת להפסקת אש זמנית שאיננה כוללת שחרור חטופינו. ישראל לא מאפשרת הכנסת דלק לרצועת עזה ומתנגדת להעברת כספים לרצועה. 以色列军方证实，目前已经完成3遍包围加沙市的行动。以军参谋总长也讲，目前以色列军队聚集伫咧加沙市的北边，而且已经开始城内战斗任务。公司新闻张伟林、吴继昌编辑。以哈战争还未收煞，日本第2届铁路交民，机场有载一个台湾人。咱外交部是甲日本说多谢，因为日本主动甲咱直接才牵成这件代志。若目前台湾还有138个人留伫以色列，政府嘛透过国际组织提供援助。以色列甲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战火搁再加强，日本政府决定第2届铁桥安排自卫队的运输机去以色列载送，第40来星期内底，搁包含一个台湾人。我国驻以色列代表处与理念相近国家在当地的使馆向来有密切的联系。日本政府愿意提供若干机位与我国侨民搭乘。经我国驻以色列代表处联系，共有1名国人及其眷属共4人登记搭乘。外交部对日本政府优待情分表达深恳的感谢。这班专机一定伫日本时间初3暗时到东京，不过有台湾人选择留伫以色列。看不出来这里有战争的气氛啊，因为就是以色列人必须学会如何跟战争相处。甲红彩带伫以色列耶路撒冷台湾部落客约阿咪翕到市中心的记录，居民正常生活买物件。约阿咪讲，当地算真平安稳定。根据咱自处的统计，目前也伫以色列的侨民甲亲族有138人。外交部长吴钊燮初日证实，极战区加沙有一个台湾籍的医生已经安全撤离到埃及，即区无台湾侨民啊。当时咱方计划透过 NGO 团体国际慈善组织提供巴勒斯坦人道援助。关心在当地难民的这一个人道救援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会跟世界上的国家继续来努力。那我们希望这一个战争能够早日结束，和平早日到来。陈建仁表示，台湾正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冲突的局势发展，会甲友好以及理念晚近的国家保持联络。外交部嘛说明，会用适当的管道提供受战争影响的民众民生医疗物资，也有补给品质的援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
1874年牡丹社事件，台湾原住民抵抗日本兵仔，有12个台湾族勇士战士头壳去互日本人赶走，其中4个落尾是收伫英国爱丁堡大学。透过台湾原民会集结了后，学校即阵是愿意甲祖先头骨平转来，这嘛是台湾的头一例。来看《自由时报》，有一间美容医学诊所医生伫面册拍广告，罚款5万块，医生提起行政诉讼。法官认为医疗法规有违反宪法的记录，申请释宪。落尾宪法法庭判决，认为禁止医生拍广告是违反宪法的言论自由，所以判定医疗法这条违法失去效力。再来看《中国时报》，台湾好基金会宣布，经营13档的台东铁花村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带动当地经济甲音乐的风气，所以今年年底就要收大，真侪人拢真唔甘。台东县长姚庆玲表示，若有必要会提供协助。最近受到战争的影响，黄金和美金拢起价，尤其是美金换台票起到32块。物件愈卖愈贵，电器工会表示，年底以后，包括冰箱、洗衫机这寡进口的电器，价格可能会阁起5%。外形细行溜溜，不管放伫厝内倒位，拢真好看。这是韩国的家电品牌全新推出的空气清净机，除了有清净机的功能，也有低档无线充电，也甲气氛灯，不论是外观还是功能性，拢符合现代人的需求。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茶几提供干净的空气，然后让小朋友在上面，不管是吃饭啊，或者是学习，都可以透过它去做一个搭配跟使用。也有这台上新的高阶110寸电视，卖449万，要来抢高级厝体的市场。像我们后面这一台，现在就主打金字塔顶端的 OLED 的77寸这一些，我们现在是主打说它有声控。今年拢总4天的台北电气空调店开始，吸引不少人来看店的民众，也拢望会当抢到好康的。洗脱烘，我觉得很目标很明确，这是第一站，后面还要再看啊，多比较。只是美金较贵，台票落到32块，这原来让进口电器愈卖愈贵。尤其是最近，佮拄到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让黄金甲美金拢起。电器工会就坦白讲，年底过了后，进口家电恐惊会起5%。我们成本从今年以来确实有遭遇到很大的挑战。我们现在也有在考虑，可能在年末的时候会有一波的可能的涨价的一个考虑。我们以前是以台币28块兑换美金在计价。那现在已经超过32.4块，涨幅将近15%。那目前有空调品牌大金调涨2到5%，那 Panasonic 窗型的也有调涨2%。电器工会表示，这届调悬的幅度是6年来上悬的一届，包括生活家电、冰箱、洗衫机，拢有一定调整的幅度。在高通货膨胀的时代，来势电脑的民众一定爱算盘小得志。加比较才当升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是搁再提出2个方案要协商。若郭文哲犹原坚持100%爱民调，不过伊嘛讲，若准民调敢若差恁伊就甘愿做副手。针对拿白也合作，民进党赖清德表示，不管因安怎夹，家己才是上好的选择。拿白合政党协商也卡掉的，传出国民党侯友宜话讲初三是最后期限。国民党提出新方案，第一是参照日本的自民党，以民调代替投票，校歌歌校对比赖萧占比1半，拿白立委参选人投票占比1半。第二是参照德国，民调对比占1半，2党支持度占1半。暗过互民众党郭文哲拒绝，搁再声明全民调。暗过议员有让步，连做民调伫误差范围内，无论胜负拢会当接受做副手。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候选人大家来投票。那我后来算一算，他们有69个立委候选人，我们是11个，这个还没投都知道结果了。协商是一定会协商的嘛。朱立伦跟侯友宜总统参选人从来没有讲过，今天是所谓的截止日，直接跟大家讲火车根本还没到站。朱立伦讲，若白合无到最后期限，郭文哲嘛表明，未讲火车来就不爱插你这种话，要互双方搁再协商。大家以最大的善意跟诚恳
大家一起共同面对，携手合作。那北合伫总统人选的部分虽然无进展，不过双方嘛无甲话讲绝。民进党赖清德车上到中华南投强化路线，嘛无袂记咧，佫批评那北合。不管蓝白合不合，赖清德都是最好的选择。另外，我们欢迎郭台铭参选总统，但是也敬请社会大众能够票投赖清德。赖清德话讲，要打造台商是世界台商，台湾是世界台湾，讲会做台商的靠山，支持台商国际化，也会协助美国、日本建立在地省内的产业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下这台北大巨蛋，这个月就要举办比赛啊。不过有议员发现，这停车场的出入口却含游览车、轿车、奥多摆动线拢破做伙，甚至这出入口是开伫大路中央。民众嘛认为，安尼是会造成塞车，影响交通。台北市建管处初二核发台北大巨蛋使用执照，特别测试赛加亚锦赛啊，场馆4区里的交通压力测试嘛要开始。不过，即马停车场动线正乱，引起讨论。大巨蛋的停车场的入口却把它设置在光复南路的第1车道。车道的容流量只有20台车，这个未来面对动辄3、4万人以上的活动，根本就是不堪使用。有议员认为应该爱有上歹拍算，若做真正袂使就放弃做路。同款有问题，也有大客车临停黄线设伫分抢路这边，晚上用临停预约制。不过若有大客车无预约到场停等，车流就会塞到公户东路，而且停车场的出入口，原来有大客车甲汽机车动线交叉。也怕改的问题，车流交错的部分是一个最大的状况，而我必须再强调一次，预约下车的这个制度，在黄线上来讲，以目前的法规是没有这个法规的，因为黄线不是一个专用的路权。我也要求交通局必须要有完整的规划远雄针对各项交通必须要做相关调整。因在亚锦赛举办期间，也必须随时监控。除了交通问题，议员也讲，大巨蛋上万人测试赛得要到啊。不过连接大巨蛋的捷运连通道、下沉式广场，也有道行通路，拢还未完成验收。对这代志，体育局是回应，捷运公司车衫要求体育局、消防局，也有万雄巨蛋公司办理现场会勘。万雄嘛答应要伫11月15前完成道行通路，也有消防避难空间的相关工作。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轻铁特别完成上尾一段的工程，为这个月开始试车，目标是12月报交通部审查。希望明年的元旦，这轻铁的全线都拢全面通车。轻铁豆豆为车站中驶出来，伫大顺路这一段，就是高雄轻铁最后弯改路段。过天气会加做一个圆。最近民众会发现大顺路段有轻铁车厢咧驶，这运局表示这是轻铁车厢当咧试车，看敢会去弄到物件。第一天试车结果真正常，后续会继续伫至5公里的路段来进行试车。希望年底交通部较早会过，按照明年元旦轻铁会当正式全面通车。确认我们轻轨的列车在我们的轨道上行驶上不会去碰到任何的我们的设施物跟相关的一个结构物。那目前经过今天早上的测试的话，是状况非常的良好，都没有相关的一个问题。虽望高雄轻铁路段特别加做一个圆，不过这2年来时间加减造成附近店家住户无方便，伫外国来游客骑脚踏车要经过，嘛因为时间对路线不飒飒，完全唔知影要安怎行。一来他们收入的人一直跟我说，我想急走，然后他们说要来往这边，但是他们一直有很多东西挡住我，我都游不过多去。加减减拢会受到这个交通的不便啦，这是难免不了啦。高雄轻铁按照明年元旦试营运，高雄捷运局表示，明年试营运期间是免费，过后会以拟定收费，基本票是20块，上贵是坐登去原站35块，而且上下车拢爱路卡。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性别平等的议题是愈来愈受到重视，不过伫真侪国家，男女原来是无平等。彰化县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即阵都办展览。佮邀请新住民分享经验，要互大众了解因的生命故事。展览现场一篇一篇写的，拢是新住民的故事。
来自越南的阿玲，原本爸爸期待伊是查甫囝，为着袂互爸爸失望，阿玲就爱特别拍拼来证明家己。我无想要我爸爸失望，所以讲我一直在拍拼，要读册，也是做工课，当要做一个乖囝安尼啦。我即马家己感觉讲，只要讲你若有迄个心，你会请用你的父母，请用你的囡仔，安尼就有法度，安尼就会使。另外，来自印尼的叶薇是当年少数读到大学的女性，但是不管册读偌悬，厝内人也是望伊嫁好翁，才算是圆满。读到大学时阵，应该结婚啊嘛。阮印尼就十外个岁，17、18岁才结婚啊。我爸讲你时间到，你才袂去结婚。我讲我阁想做一项来做，尾来我就去上班，做主管。我迄时阵做经理啊。阮爸讲你嘛已经20几岁啊，做甲经理啊，你才袂去结婚。互因家己来写这故事的时阵，因家己佫较有发现讲，因有一寡思考，还是有一寡已经是根深蒂固的这刻板印象，会使互因佫较发现这点。然后因伫咧教育的时阵，甲因会袂互家己遐尔济限制。中华关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表示，伫服务的时阵，发现新住民因为男女无平等影响成就，甚至对后一代的教育嘛有影响。希望透过展览，互大家交换经验，同齐来注重性别议题，创造性别平等的环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12年才办一届金门上大的海石祭典——后湖海石，今仔日起过。这个民俗活动是村民为着要纪念海难、超度亡魂。这后湖海石嘛，互金门县府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蔡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金门后湖的村民家家户户款好品来到海边公园，这是12年一回，每逢土仔年才有举办的海石。伫咧海边和礁应庙两边，同一个时阵进行佛教、道教两种的仪式。今年是第10届，就算是炮战的时期，也拢照常举办。每一个村门、每一个家户拢爱关门来就拜。除了12年一次以外，当然它很慎重，也是他悲伤的一刻。那我刚刚讲说，做这个当然是安心、安民心最重要。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整个流程是蛮有艺术性的哈。影些名游魂来到灵厝祭拜，海石纪念1914年海难。金门有路的古早工艺是海石重要角色。这届由94岁的洪文飘和柯明辉两人分工制作，亲像水壶、水灵姜，也是海石特殊的仪式用品。这个店发挥哈，因为因用这个古纸，把迄款的咱看袂到的物件。变作看会到，哈，所以金门的古纸呢，真正较精致啊，较迄款呢注重伊的一个比例，伊的用途。海石自顶一颗，2011年，互金门县府列作无形文化遗产。今年以传承、用线又复康来做主题，望甲地方的记忆古纸手路继续传落去。记者尤一真林昆明金门报道。全世界3大人狮比赛之一的高雄戏赛甲，这阵是让四档今年阁恢复举办。来自各国拢总有8团的赛队，要伫高雄车拼顶港区拼第一。那真做赛王，就奖金40万。连续跳过90几个杠条，大竞赛动作真流利，人赛少人配了甲真好。这是来自家人中兴女赛副两赛团表演，因除了是2019年的冠军，今年再次代表台湾出赛。因这摆带来创意的演出，将传统家庭来结合游戏，连音乐、服装甲布景拢真用心。除了创新的展现，嘛唔忙会当吸引少年人。连同我们的鼓乐啊，也会不一样的，跟那个音乐啊来做一个配合。以及狮子啊所呈现出来那一种的创新、不一样的这个内容啊，在这里面。高雄戏赛甲因为疫情停办2届4年，今年要伫这个月18、19登场。今年虽望取消水上比赛，不过有30组家庭团体就来表演，也阁有上精彩赛王大赛，有8支来自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甲台湾的赛队，要拼世界赛王相关任务，阁有40万的奖金。全台湾超过30阵的艺人吼，来表演咱台湾400年
民俗甲艺术发展的故事。啊，阮有邀请4队国外甲4队国内即个西王。来比赛，首奖40万的这个冠军的这个荣衔。高雄戏赛界原本只是传统庙会活动，有地方领事甲政府推动，现在加做世界3大西王大赛之一。各种传统顶头表演，阁有西队展现真功夫，嘛是传承咱台湾的民俗文化。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来看中正大学的台文所有一个毕业生，伊本地袂晓写台文，为着要考认证才开始学。后来毋但考到台文所，阁用故乡家己做背景，出版60首台文诗。你有影甲阮听上，我弹起行阮行安。创作台文诗，表达对红赛感谢。中正大学台文所硕士毕业生邱家琪，用过去生活的记忆，创作60首台文诗，透过布袋戏剧团3脉同的协助，出版台文诗集。真正发表会的时阵，阮就是用台语布袋戏的演法，将伊的诗、台语诗，甲演出来。其实这本册呢，其实就是邱家琪小姐伊对朋友、对家人的爱，然后甲伊写作诗，这是用另外一种的文学方式来记录家己的感情。邱家琪6年前因为要去考教育部的台语认证，开始接触台语文。2001年，佮考调中正大学台文创研所的硕士专班，经过2档的学习。互伊有出版台语诗的梦想。透过台文呢，嘛是希望讲，大家人会当透过台语诗来熟悉家己故乡，嘛感悟到对家己身躯边的人的感恩甲爱。60首台文诗，也分享伊将近50档的生命记忆，嘛，互伊顺利摕到台文创研所的硕士学位。伊希望透过诗集的出版，鼓励对台语文有兴趣的人，会当勇敢创作，互台语文学愈来愈受到重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中东地区爆发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咱嘛唔通袂记，罗西亚甲乌克兰相战已经超过600日。伊暗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要带大家来看乌克兰的少年辈面对这场战争，要安怎用家己的力量保卫国家的民主自由。罗西亚的这场侵略战争，互乌克兰甲民主国家后面开始合作。甚至进一步走向北约组织的大门，这嘛甲乌克兰的少年家讲，袂使外头看，必须要向前行，甲国际接接。I planned that I finish school in Ukraine. I will study in university in Ukraine. It just all the plans, all what I wanted, changed for a second. 伫咧乌克兰首都附近的小镇白教堂，有2个要住伫台湾国内党的少年人。战争发生了后，因向台湾建立交通的管道，处理医疗物资运送的后勤工作，用无同的方式保卫家己的国家。3月、4月，我们的总统说：“你不要怕，我们保护你。现在你们要开始住你的生活，开始上班。”嘛有袂少参与过2014年顿巴斯战争的少年人。伫咧罗西亚全面入侵了后，搁再加入军队保护人民，希望乌克兰会当早日自由，免受惊吓。На даний час це посада командир взводу. У нас дуже проста мета. Нам треба виграти цю війну і відстояти свою незалежність і право на існування. У нас дуже проста мета, і всі її розуміють. 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传达予人类和平的重要性。乌克兰人的绝望深刻，用火用目屎来提起世界各国。伫咧不安的年代，咱应该安怎去思考未来的路要安怎行？记者高定宇、林建如，波兰乌克兰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全台湾的天气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各地头早时甲暗时温度差较济。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0度到32度，中部地区19度到31度，南部地区21度到32度，东部地区21度到29度。外岛地区22度到28度，
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